跳转去吼。啊，要讲到耶稣受魔鬼的刺迄段经文吼。我的题目叫做多哥德摩多，多哥德摩多啊。莫安尼，我讲台语恁也听无，我讲日语恁也听无吼。好啦，多哥德摩多啊的引诱吼，的诱惑吼。啊，无输是咧讲啥，无要紧，咱看就知吼。即段经文介重要吼，就是讲是在讲耶稣受洗了后，伊开始传道进前，伊伫旷野40天的禁食，受魔鬼的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吼，伊开始传道进前吼，伫遐旷野40天的禁食，受魔鬼的试探吼。这个会对应到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40天吼，40年，40天吼。好，即马巴肚枵啊，圣经记载巴肚就枵，40天禁食一定枵的吼。即阵魔鬼就出招，开始你若是上帝的囝，你要甲了解说，你既然是上帝的囝嘛无要紧吼。你若是上帝的囝，你甲遮个石头变做饼，吼，合不合理啊？巴肚枵啊嘛。你是上帝的囝，你有即个能力无？耶稣有即个能力，甲迄个石头变做饼无？有啊。耶稣处理过食物不够的问题啊。伊5饼2鱼，伊会当互偌济人食饱？毋是5000，迄5000是啥？10甫人吼，伊是互9万个人食饱，对无？所以耶稣惊死者，要甲石头变做饼。其实咱圣经翻做饼，就是面包啦吼。要甲石头变做饼，有困难无？因为巴肚枵甲石头变做饼，有没有正当性？会使嘛？毋过耶稣讲啥？耶稣讲，人活的毋是瓦克饼，就是瓦克对上帝的嘴所出隆重的话吼。耶稣用《生命记》第3章第3节来回答吼，毋那是瓦克饼吼，不单单只是依靠饼，所以拒绝伊拒绝。好，魔鬼把耶稣带去圣殿尾溜吼，最高的地方，讲你若是上帝的囝，你会当跳落，跳落要创啥？伊讲。圣经记载，哇！你遐多魔鬼讲你遐多用圣经的话甲我拒绝，我嘛用圣经的话来甲你试。伊讲哦，耶稣上帝吩咐伊的使者用手甲你划咧，互你的骹袂去踏着石头，你会平安着地，会软着地，耶稣安那？有关用生命记第6章。16节，毋通弃你的主，你的上，毋通弃主，你的上帝。弃上帝是安怎讲？毋通弃上帝，因为弃上帝是一个无相信上帝的一款的作为吼。有当时咱基督徒嘛常常会安尼，咱甲上帝家己做一个约束，我即摆若安怎做吼，上帝你得安怎做？捌无？有没有过啦？是不是在试上帝？这款的气法是安怎我会讲是一种自以为上帝的心态吼。这款的气法要试上帝，其实是要试上帝要听我的话无啦？是不是？若上帝听你的话，送上帝。变咱家己是上帝啊嘛吼，毋通试上帝。伫遮耶稣讲，我若为圣殿上悬的尾溜跳落，当然是袂死。上帝的确有这个气力，伊会当
找见天使，甲我顾条条，我的脚绝对袂去踏到遐石头。啊，毋过耶稣讲，毋通弃主你的上帝，一句话就给他打脸。好，魔鬼第三步、第三招，伊讲，伊就甲耶稣带去一个极悬的山，啊，互伊看天下万国甲万国的阳光，啊，甲耶稣讲，你若拍落拜我，才会拢互你。你看这咱有去思考过，是安怎迄个魔鬼有即个权柄，甲遮互耶稣，有无？魔鬼有没有权柄啊？甲迄个世界的万国的甲伊的阳光，拢互有即个权柄无？这是属于魔鬼也属于上帝。魔鬼敢有即个权柄，讲要互耶稣啊，就是要互耶稣，还是互别人？有没有啊？我们不是唱这是天父世界？下一句是什么？啊，明明这上帝的权柄是安怎魔鬼会当讲？你若拍落拜我，我要甲遮拢互你。各位兄弟，毋通袂记住，这世界暂时是魔鬼在做王啊，所以毋才会上帝甲咱基督徒放伫这个世上，要显明迄个上帝国的滋味啊。我进前电下讲，我们教会是上帝放伫这个世界的啥物件？哎呦，我看新长老好感动哦，试吃品啊，红气价诶，要食啥物味？教会有啥物味？台湾味哦，教会有啥物味啦？应该有上帝国的味啊！上帝国的滋味，所以这款的讲法其实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啥物人的，暂时是魔鬼掌管的。所以伫路加福音这段经文，就是耶稣受刺的这段经文，3本福音书共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拢有写。咱今日是讲马太路加甲马太写较清楚，马可福音敢若一句话就带过了路加福音伫遮有魔鬼家己有解说，伊讲遮本来就是服我的，我会当服你。耶稣安怎回答？同款《生命记》第6章的13节，讲来拜主你的上帝。独独属奉伊，一句话就解决。耶稣真的不啰嗦耶稣对人讲话这啰嗦的，你知无？讲这济讲这济，毋过对魔鬼讲话拢无啰嗦，一句话就甲应了好，咱魔鬼就离开，我们就顺着马太的叙事，卖去别个福音书耶稣就离开。好，有最的解说。来看这个魔鬼这3个刺有人讲，第一个是肉体的试探，因为耶稣巴肚枵，魔鬼叫伊甲石头变做面包，耶稣拒绝，讲人的我毋若我靠饼，是要我靠上帝嘴出的隆重的话。好，你这么重视灵性。好，那第2个试探是什么？灵性的试探，叫你用去限定的尾流跳落。Why？ 第3个不必受苦的试探，你即马拜我就好啊！你毋免阁行后面较痛苦的路，你拜我，这个世界就互你。你本来就是要来这个世界做王的嘛，对不？我直接给你。好，有人安尼解说。我看过更有趣的解释。他说，第1个是肉体的情欲，跟这个好多还有神。
第二个叫今生的骄傲。第三是啥？眼目的情欲，因互伊看天的万邦万国的荣耀吼。这个有趣，你知道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吗？这是约翰一书哦，第2章16节的经文讲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哇！这个解释就是所谓的以经解经，怎样不？捌听过不？安尼解水很有趣。不过这个绝对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坏鬼释经不太好的解释今日我要甲咱的兄弟分享一个无同款的看法。到底这是不是3个试探？3种的试，还是其实这3个试是同一种的试？虽然是3个试探，不过其实是同一种的。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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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门啊？任意门，就是咱今日的题目安怎讲一个？Dogo demo door ，door demo door 这个门有啥物功用？咱甲迄个哆啦 A 梦叫出来好啊！这个门有啥物功用啊？伊若要去对吼，就会当对这个门开门去对。讲我要来迄个东京，咱即马就开这个门，就直接就到东京这个门有赞无？有赞无啦？赞啦而且它也可以超越时空嘛。太厉害！其实魔鬼这3个刺，3个虽然是3，可是敢若一个刺。是在讲3一上帝吗？不是啦。3个刺其实是同一项物件尔。魔鬼是咧问啥物货？耶稣，你有要使用迄个多个地魔刀无？你有要使用无？耶稣有这个亏了无？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啦？有啊。你要试看咩无？我都要啊。咱的神机变一变就安那，就饱嘛，对无？安尼有方便无？爱去传道，唔免传啦。你对限定的买，你安那跳落来，拢无受伤，人会来买。后壁会缀一顶买啦。即摆我等者来外口，为12楼跳落，搁跳起来，无死。咱过年到会安那？会安那？拍掉电器是无？对无我若来等者来跳唔好啦跳一个等者，变成告别礼拜所以干嘛去传道啦？耶稣你后壁落做辛苦的卖啦，你甲我摆一个你要这个世界宇宙的王安那？马上合理，是毋是？多个地摩多上十字架太辛苦吧？你是上帝，你会死呢？上十字架干什么？你现在直接拜我就可以了嘛，对不？是不是啊？所以虽然是3个试炼，其实是咧试耶稣的能力。在试啥货？在试耶稣。好来，你即马要开始你的传道的生涯，你要安怎做？你怎么做？你要不要来一个全能布道？前一时间很出名的全能布道，彰显你的全能。你若心只甲做咧，会信耶稣未？会信上帝未？会啊。魔鬼的刺是耶稣，你即马开始要传道啊！你用什么款的心态？你用什么款的做法
要完成你伫世上的任务。耶稣三讲的拒绝，是拒绝甲新者当做啥物货？多个地摩多啊，甲当做任意门。凊彩我要安怎地当安怎。耶稣的确要安怎地是安怎，啊，毋过伊拒绝安尼做。耶稣伊惊新者，毋是咧走捷径。讲下这，我进前常常提醒，新者是一个记号，神迹是个记号。尤其伫约翰福音直接用 sign 这个字，希腊文去描写记号。什么记号？咱甲举一个例，当作是迄个指标，好无？好，像我这款的路痴吼，我最会迷路了。我通常暗时啊开车，引擎一打开就迷路吼。然后大概要去路口，要想左转还是右转，我选的一定都对，我选的一定刚好错。啊，有当时我会讲，既然我选的会错，那我就怎么样？我就开另外一边，对不对？还是错哦，很厉害的路痴哈。啊，我这种路痴上爱看到什么货？我若要找台北市，上爱看到一个啥？指标讲往前台北还有20公里，有欢喜无？有重要无？这个指标重不重要？所以我就下车抱着他哭，对不对？哦，说哦，中华义哇，这个形象够重要，我懂。下车在那边抱他，就留在那里。不是啦，这个指标有指向一个主体呀、信不信？这个记号是指向一个真正迄个重要的，台北市离20公里头前，所以这个指标对我的意义是台北市底下。毋是迄个指标本身最重要，各位兄弟，新者本身无重要，新者是一个指标。新者是要创啥？是要显明行新者的人是有上帝甲伊伫地。尤其伫旧约的时代，先知行新者介重要，是安怎？因为有假先知啊。先知咧传讲上帝的话，啊，假先知咧传讲什么话？伊家己认为上帝的意思，啊，百姓要安怎分辨？看倒一个先知较缘投吗？哈？百姓咧听，他没有办法分辨，所以上帝互先知行先者。重点毋是新者最重要，重点是要显明这个人，这个先知是上帝甲伊伫地。即马伊要讲的话是啥物话？是真实的。所以咱来看四福音，耶稣行新者一定有教导，后面的教导才是重点。这也是为什么咱即马的时代较无注重这个先知啊？为什么？不，新者，为什么？你有没有常常听到动不动陈牧师行神迹啊？我能活着就是一个神迹嘞，哈！恩柔一直点头。哎，是安怎？咱这个时代比较没有重视神迹了。他都讲过，伫旧约时代。先知伊要行新者，是要表明伊是甲上帝行做伙，所以伊的教示、伊的传讲是啥物货？是真实的，是毋是？是对上帝来的。毋过咱即摆有对上帝来的啥物货？的话啊！哦，我今日毋免先行新者，甲你讲我要讲到的是真实的，因为我要讲到是对圣经来的。哦，所以耶稣。拒绝，伊无爱行多个地摩道啊，伊无爱行任意门。耶稣若行新者，其实会当归纳从2种情况。耶稣若行新者，是要显明家己是上帝，他平静风浪，是不是？只有上帝有这种权柄。伊医治
伊互死人个活，让拉撒勒复活。那个是其他行异能者拢做袂到的。伊显明伊是上帝。第二个目的，第二个情况，伊怜悯人，他怜悯，伊看过人的需要，惊信者。耶稣袂甲伊的困难，上帝予伊的能力，甲当作是一个任意门，伊要安怎做就安怎做。伊行世间的路，甲一般 ordinary people 共一般的人，甲咱共款，要枵的时阵，大家来找泡面食，忝啊，要困，大家去困。伊无法度一天24点钟传道，48点钟一直甲传落去。伊甲咱人的共款，伊经历所有咱的痛苦、悲伤、失望、惊吓。伊实实在在真做一个人，真做一个属伫上帝讲，迄款有疼心，会去怜悯别人，会去看别人的需要，哪亲像家己需要的迄款人。这是耶稣行伫头前的模样，互咱看。所以，我嘛要挑战咱信仰群体，基督徒信仰群体教会。咱嘛无应该行多个地摩多啊，咱嘛无应该行这个捷径。虽然咱的捷径可能毋是真正，有时阵咱会用人脉袂，会袂啦？有时阵咱会用咱的资源袂，有时阵咱会用咱较歹袂。咱若甲咱会当使用的这资源，甲权利当作是一个多个对摩多啊的时阵，一个任意门的时阵，其实咱行的路甲耶稣无共款。教会伫社会顶面，嘛要注意两款的情形。耶稣显明伊是上帝，咱大家显明咱是上帝的百姓，是毋是？讲到这，无人要插我。耶稣行神者出伫怜悯，咱呢，咱嘛爱出伫怜悯，伫咱的行做顶面。所以，当一个教会，当一个国家的基督徒群体，当教会伫社会伫甲人争权利的时阵，这个教会已经堕落啊。当一个教会伫社会顶面，伫争讲法律来保护阮的生活的款式，大家伫法律的保护下面，这个教会已经堕落啊。好多讲的，教会爱真做一个试吃品。试吃品的意思就是爱互安那，爱互试食的，爱互试食就会食亏，爱互试食就会受伤，爱互试食就会消耗。咱是透过这款的生命的款式，显明上帝国的香味，就伫咱的心中。所以，亲像耶稣行伊的神者的时阵，伊要显明伊是上帝，伊在怜悯人，看人的需要。教会，咱徛在伫社会的时阵，咱嘛爱伫显明咱是上帝国的百姓，咱嘛爱怜悯咱四周的人，无论是毋是基督徒，无论是毋是主内兄弟姊妹，当伊的权利受到压迫，当因受伤，当伊有需要的时阵，这拢是教会爱做的责任。教会绝对毋通甲伊家己的资源、权柄、气力，一切当使用的，甲当作是一个任意门 ，anywhere door， 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干那要看家己的需要，干那要保护家己，干那要互家己会当走捷径。毋嘛，咱
所有称做基督徒，就是基督军队遮的人，咱就真正缀合好势。耶稣拒绝走捷径，耶稣拒绝用伊会当行神迹的气力顾家己的需要。耶稣显明伊是上帝，耶稣怜悯所有需要有欠缺的人，毋望咱所有基督徒会当看真足，缀合好势。咱要显明咱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囝儿，上帝国的百姓。咱要甲上帝伫咱身上的疼分享出去。咱的确会吃亏，咱一定会受苦。毋过准讲，假设有一天，台湾的法律、台湾的政治的力量是反对基督教，即便有这么一天，咱犹原会当伫上帝的律理下面，上帝的照顾下面，真实勇敢过生活。咱毋是咧钱迄个法律，大家徛伫基督教的信用价值，咱毋通去钱迄种政治力。如果违背我基督教的信仰，我就要甲你罢免。各位兄弟，这绝对毋是耶稣基督的款式。他不走捷径，伊每一届的受苦，拢无缺席。咱得缀合好势，毋通像这个路痴的我，常常迷路。当心祈祷。即成个呗，阮看到耶稣，无啰嗦，直接拒绝使用多个地摩多啊，伊无爱行捷径，伊一步一步拢照起工来行。所有人爱承受的一切，伊拢无相比。虽然伊有这个气力，会当行神迹，会当甲这一切拢闪过。甚至伊做伫阮的头前，伊顶多要做搁较济，承受搁较济痛苦。